話超大粒又甜嘅士多啤梨。Weekend 唔知去邊好嘅話，可以考慮下去呢一個唔需要入場費，士多啤梨只需要65蚊一磅嘅本地農場。follow我家隨便留一個言，我就會將地址同埋注意事項 DM 俾你，包括埋點樣揀最甜嘅士多啤梨。呢一個農莊位於粉嶺，有分新場同舊場，每一個場都係超級大啦，所以你係有超多嘅士多啤梨可以摘嘅。建議大家可以先行一轉個場先，之後先至再揀色澤最靚同埋香味最濃嘅士多啤梨。唔好見呢一啲咁細粒，其實佢比起大粒嗰啲咧更加香甜，聞落去已經聞得到個分別噶啦。個姐姐仲留埋嚟幫我哋揀添。我哋喺第一個場已經摘足成個幾鐘，越揀越多，真係搞唔掂。扎下有個踩住單車嘅叔叔咧，叫我哋快啲去揀。佢話有超大粒嘅士多啤梨。呢度啲人咧，其實個個都好 nice 啊，所以好推薦大家趁住而家仲係士多啤梨當造嘅季節咧，可以入嚟摘下士多啤梨。尤其是越凍咧，啲士多啤梨係越甜嘅。最尾我喺呢一個新場摘咗啱啱好2磅130蚊，即場試食咗真係好甜，所以又過咗舊場買多咗62蚊。舊場仲有啲新鮮嘅菜可以摘，我就摘咗啲生菜同埋油麥菜，一棵就大約5蚊左右。同朋友或者帶小朋友嚟餵下羊，摘下士多啤梨都係一個唔錯嘅活動。但係就記住要着啲易清洗嘅鞋啦，因為呢度始終係農場。快啲 follow 我，再隨便留個言，我就會將呢一啲資料 send 俾你，順便再 save 低同埋 share 埋俾你個 friend 一齊去啦。